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例小政策伫咧7月份开始执行劳动检查，引起中小企业人心惊吓，恐惊会遭受处罚。市府劳工局强调，会配合中央的计划，先宣导、辅导，再来检查。若是第二摆又还无改善，才会进行开发。对此，议员蔡耀辉要求劳工局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相关的规定。中央政府推动1例1休，7月开始执行劳动检查。议员蔡耀辉指出，新法实施引起各中小企业人心惊吓，所以1日前伫议会提案，建议台南市政府要暂缓劳动检查。但提案也未讨论，就被民进党议员提出散会。对此，议员蔡耀辉上午再提出该议题，要求市府回应。1例1休，我拜托。在场大众媒体在场，因为即马这工厂小企业人心惶惶，咱市中的政策到底是安怎？我感觉爱讲一下，唔是讲有人检举，还是记者报道到，就爱处分，安尼唔算做歹运咯。我拜托主席，简单，莫拖足久，无劳工局长。报道一下。市府劳工局指出，将依照劳动部计划，对企业单位实施宣导、辅导、检查。若是第二摆复检又还无改善，再进行开发。因为市长也对外在这样的一个宣示说，我们不为着财法而检查，当我们的依据劳动部的实际辅导、分级检查这样的一个实施计划来进行，当然有辅导、先导、辅导、检查跟检查后如何做，这呢再让企业主再改善的部分。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做法跟2位议员提案应该是方向是一致的。当然，现在我在强调说，我们是针对1例1休新的法令的部分。旧的法令就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议员蔡耀辉要求市府劳工局唔通只受到民众检举，也就是媒体报道，就对工厂企业进行开发，而且相关规定一定要向大众说明清楚，唔通无共标准。但新闻台山林根采访报道。中国城广场改建工程伫咧动土时间过后，申报厂商甲设计单位认知出现了差别。恐惊有下限的疑虑，对此市府表示，既然若是有疑虑，那安尼伫咧10天以内，将会邀请第三方的技术单位会勘确认，并通知所有的议员到现场了解状况。中国城广场甲海岸路景观改造工程已经伫6月27号动土。当中广场的规划不但保留原来建筑主体的neu条，未来阁要加上亲水的环境，来营造新的休闲空间。不过伫施工过程当中，包商甲设计师的意见无同，造成甲原来设计出现落差。议员区里里质疑有公共安全疑虑，要求副市长吴宗英特别提出说明。我们是把过去中国城部分的遗构遗留下来，加上部分的新水环境，还有甚至于在这个遗构里面还要设立教室、厕所、亲子馆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未来在这个广场上面做移动的这个流动人口会非常多。那如果说在这个承包厂商他已经认为他在施作的过程颜色剂有差别，有可能会造成公安的问题。那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案子应该要审慎来处理？厂商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说，促进来者活，因为他没有污点，那下雨他会动到地底下去。那不管他的观念是不是没说，因为他收集滴水下水系统跟下游系统，要当将来回收再使用。好，这2个我们现在这边，那当
刚才因为两方面的技师都有他们的意见啊，那我先请朱阿吉专家提出，重点就是说还是不会那个建筑的现在设计理念是还是保持，但是它底下的排水系统它会在模糊。对此，大会主席蔡司将伫10天内通知所有议员到现场会勘，以了解状况。但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有不少交通的检举达人一再向执法单位检举，不但造成民众的困扰，嘛对执勤人员产生真大压力。对此，议员李文正呼吁相关单位对着类似的状况要进行检讨。议员洪玉峰也希望执法人员伫咧法律以外，嘛要考量人情。伫临时会临时动议当中，由议员李文正提案，表示交通检举达人有真侪拢是对着社会有不满的情绪，因一再的检举行为不但造成民众困扰，也对执勤的人员产生压力。以后由相关单位进行检讨。这个检举啊，已经是一个腐烂的检举，有当时啊，这个已经是造成讲咱真大的一个困扰，生理无多人做，咱无张无弛，无代无志，伫路面咧驶，是讲有当时咱嘛停伫这个人流步道的这个所在，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去互人翕相，去互人检举，这个造成了真大的一个困扰，当然咱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就是讲。因为人检举，所以我就爱处理。这个嘛造成咱这个执行的人员的一个真大的这个困扰。所以我想咱政府呢应该针对这款的一个问题呢来做一个检讨。议员洪玉峰认为，虽然未当要求警方卖受理检举的案件，唔过对着职业检举人的通报，一定要更较慎重的处理。并且在法律之外，也爱考虑人情。咱咱讲台南市有几个检举达人非常有名，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拜托，就是不管是警察局、交通单位，或者我们的1999，接到这几位所谓的检举达人职业的检举达人的案件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谨慎。但是如果你要求市政府都不受理的话，我想于法的立场。可能也站不住脚了哈。这种职业的检举人，我想可能他检举的案件，我们要请那个相关单位审慎考虑了哈。法律之外不外乎人情，拢会当兼顾，安尼是比较较好。但是如果拿咱议会通过，提案讲政府拢袂当修理，安尼因嘛真为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严办就好了。最后，大会主席副议长郭信良裁示，该案送市府建议办理。电新闻假山林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争取民进党内市长初选提名，20号伫咧善化成立后援会。善化区的真侪里长拢号召里民到现场来支持，场面相当的盛大。陈廷辉也伫咧现场就正旗，互善化后援会干部凝聚团结的气氛。立委陈廷辉20号下晡到咧成立善化后援会，陈廷辉甲竞选团队伫善化区的大街小巷用步行向乡亲拜票，行到会场了后，搁再甲支持者一一握手问好。如此一步一脚印，就是希望会当争取到更加侪人的认同，会当顺利通过市长党内初选。伫后援会成立即天，真侪善化区的里长拢到场支持，并且冠名后援会干部。会中也由陈廷辉受正旗予后援会，希望会当伫初选阶段拼出好成绩。尤其是多做那个话题来，陈廷辉共选，陈廷辉共选，陈廷辉共选，陈廷辉。陈廷辉伫会中也表示，善化因为临近南科，是真有发展潜力的所在，但是一寡水患问题需要解决，所以需要有行动力、有执行力的人来解决问题。这个市长一定要有执行力，要有沟通力，要有解决代志的能力，也就是今仔日当计划咱的预算摕到的时阵，要安怎去执行？中央编1,000亿，唔是放伫遐，互你慢慢啊开。
伊是爱看效率，伊爱看你执行率。你若执行率执行无出来，伊就甲钱收回去啊。这是中央要求地方的，所以即摆咧送计划，咱嘛知影过去，包括咱的陈东山县长、苏焕智县长、柯添在市长，甲着即摆赖清德市长，会当讲拢是咧拍基础，因做了足侪建设咧拍基础。当伫即个基础当中，田辉绝对有信心，伫即个基础要甲伊上升，来提出更较好的计划，嘛要向前来迈进，向前来提出咱更较好的远景。生活后晚会成立大会有将近1000位的支持者到场，但田辉强调，伊少年无负担，身为台南家己的查某囝，一定会照顾好台南这个家。伊也呼吁，如果支持伊的政见，伫接到电话民调的时阵，爱回答为伊支持陈田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民过好完先生将妈妈送葬用后存落来的金额，购买了一台日间照顾车。关河市府作为照顾长者服务的用途，市长也代表全体市民接下这份大礼，并对过家的善行义举表达感谢甲肯定。过河湾先生为了延续父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意愿，特别将母亲送葬费用捐出，以父亲过条河以及母亲过王庆财名义来购买车辆，作为台南市日间照顾中心交通服务使用，借此表达对着台南市政府推动长照服务的支持。日照中心呢，我们要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除了人员的爱心以外，或者是说我们要有各地的特性跟民间合作这3个特殊性以外，其实很需要交通车。很需要交通车，因为呢，有一些人他没有能力把爸妈每天早上送过来。如果说我们日照中心有办法去载，因为有时候日照中心也有一些业务需要去推广，需要去做服务，很需要这样的交通车。所以郭董事长嘉湖街日照中心可以说功德无量，让我们长期照顾啦，现在迈向2.0，会做得更好。市府于今年3月接受各界关键服务车辆，目前已经有4台投入伫日照中心的交通服务，分别由企业、团体以及个人所捐赠。市府除了感谢，也欢迎来自社会各界爱心，做伙投入善心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以往民众想要求取发财金，都必须爱亲自前往庙宇来表杯。但随着时代改变，愈来愈侪民众金钱交易方式，拢转变成为电子支付的方式。因此，地成宫祖庙发起全台首创的电子支付发财金方式，让民众伫咧网络上地当轻松求得帮助事业发展的成功金。地成宫祖庙将要伫国历9月4号，也就是秋节大典这一天，举办祈求成功金的活动。甲以往民众亲自到庙里跋杯的方式无同款，
这届电信公组标甲专攻网络电商的商界厅合作，互民众会当透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伫咧网络上会当轻松借到帮助发财的新公金。那么以往吼，阮伫咧3当前就开始落即个红博即个新公金吼，但是迄阵拢是爱本人来庙博吼，博有杯，才会当摕到即个新公金吼。但是阮考虑到即摆时代进步吼，网络的世界啦吼。 有一寡少年人吼，伊较无用，伊想要来博，毋过无时间通来，吼，所以讲吼，拄好有即个欧付宝甲即个商界町吼，有来甲阮接洽即个代志，阮感觉真好吼，会当利用即个线上来报名吼，有一寡较无用的即个少年人，伊想要博，吼，爱当伫线上来博这新公金安尼吼。透过商界厅的网络借贷系统，佮加上伫咧电子金钱交易当年经营的欧付宝做实名审核，所以制度相当的完善。伫咧筹集贷款即一天，庙方将会透过 FB 以公开的方式抽出幸运得到新公金的民众。目前已经有200多位民众参与，也欢迎大家到电信公组标脸书粉丝专页来踊跃报名参加。台新闻网早采访报道。 利用暑假，北台南教育中心曾经安置过11位智力少年，伫咧社工的鼓励之下，家己挑战，规划了7天的骑脚踏车行程。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包括大、遮、路线、维修准备等等，一手包办。甚至规划了清理海边仔的公益行动，让这群家扶少年的旅游变甲更高意义。 北台南家护中心对101年开始，就积极规划所安置的青少年朋友，让因会当自立生活的方案。伫咧今年暑假，也有11位智力少年，要用独立生活的态度，将做伙骑脚踏车出门旅游。因自发性规划了7天的行程，同时也安排了几个海岸以及山上的景点，要进行课本社的行为。 和这届的旅游更高意义。维持这样的暑假的冒险旅行，其实已经第4年了。对，然后今年是7天。 对，那由孩子他们自己去规划出来的旅行，然后所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单车资源，我们不想要浪费这个资源，我们就持续的安排这样的活动，然后路线都是由他们去规划的。那今年的话，我们有规划到小琉球去净滩，然后单车环岛。北教育中心利用青少年兴趣骑脚踏车，让因学习要安怎独立来完成一桩安全又佮快乐的旅行。 透过这款的方式，因也会当更加成长，知影对家己以及对别人负责任。台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县市合并过后，台南市的商圈对9个增加至20个，带动周边的经济，增加了观光、就业等等的效益。佮加上台南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济厂商要来进驻台南。根据统计，县市合并以后。 台南总共完成了1800多件的投资案，投资的金额高达8900亿，带来8万外的就业的机会，对着咱台南的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 夕阳车流为一天的开始上紧发条。台南物产丰饶，工业兴盛，光是工业区就有69座，但当中有60%都属于老旧工业区。因为是私人的工业区，然后厂商是陆陆续续的进驻嘛。 在管理上或者公共设施，由于都是没有很健全啦。宝安工业区是台南第一座私人开发工业区，位处交通便利，但是早期开发缺乏管理，加上公设不足，尤其这里地势低洼，只要好大雨就淹水。排水问题是这边最大的致命伤啊！厂商要投资也不是，不投资也不是啊，因为1年来就是淹了3、4次的水灾。 老旧工业区大多面临排水不良、路面破损，加上公设未开辟，这些因素也影响厂商营运，也降低新厂进驻意愿。目前台南市的这个加起来总共有60几个工业区哈，那其实很多就是早期公共设施没有开发，或是公共设施不足的部分的老旧工业区，其实也不少哈。那市长上任以后，其实会
就是希望我们针对传统老旧的这些工业区能够来做一些更新哈。根据统计，台南市工业年产值达19691亿，其中老旧工业区占了25%。县市合并后，台南市政府针对老旧工业区进行更新活化，6年下来，中央及台南市政府共投入3.15亿经费。从这几年的这个改善的结果，其实我们改善了包括所谓的嘉里工业区啦、安定啦、保安工业区啦。那个还有所谓斜甲工业区等等，我们已经改善了15个工业区。那主要改善的项目其实是针对所谓的道路啦、排水的相关设施来去改善哈。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哈，整个区域哈的排水也总算完成了，所以保安工业区就脱离了水患。入来迄阵只规片拢残垣，要路入来拢3米，上盖大3米路尔。你看，你转入来全部的路，可能应该拢到7、8米以上啊。这就是政府入来了后，全部整顿起来的一个成果啊。活化改善后，在地厂商感触最深，连带也吸引外县市企业进驻设厂投资。更新了后，规个工业区，咱总有看这2、3档，包括这间，这是咱北部落来，这个亚类士个迄个立丰城遐全部已经拢起好啊。会使讲，这工业区这边差不多拢100。传统的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更新之后，我们也创造了274家的新的投资案哈，那也将近90几亿的投资额，那无形中也创造了4000多个就业机会。咱讲的政府对阮山上工业区的照顾，一指望的。汰旧更新同时，台南市政府亦启动新集工业区及七股工业区开发计划。那我们看到台南的这些工业区其实面临土地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市长报告以后，所以在101年就开始启动所谓的新集工业区的开发哈。这个工业区是一个全国首创的一个污水零排放的一个工业区哈。那目前我们包括填土跟公共工程都已经在施工当中哈。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核准63家的厂商进驻哈。新集工业区位处安南区及安定区交界，临近台17甲线，可连接国道8号新集交流道及衔接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通相当便捷。加上公共设施完善，土地亦标售及获厂商青睐。另外，七股工业区经过环评、用地变更等审查，在106年4月获内政部同意开发。那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完成相关的作业哈。那在107年，我们希望开始能够针对土地的取得，以及实质开发的部分来开始启动。那未来这个七股工业区是比较一个乡村型以及沿海相关的食品加工的产业。那我们希望透过七股工业区的这样的开发，能够带动我们台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也能够增加这个沿海地区的就业机会。工业区为台南经济发展重要基础，良好投资环境不仅吸引企业厂商进驻投资，增加产业竞争力，也为台南经济注入活水。在咧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乌阴顺雨，或者是雷雨，温度30度至33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